信咱在做这个现在这个拢有一个研究做大环境啊。那么咱这个做环境内底咧，有一个真正诶讲法，就是讲，当咱要做明代书，伊做做明代书也继续这个做也要出来，刚刚某一个所在，听到一个需求行，也咧讨论，什么是以后咧叮当，是到底以后叮当还是方面的叮当？伊迄个也咧争论不习惯，然后是到底是反动还是统动？然后咱有做明代书讲法来讲，是真正伊的心动啊。因为这个讲法其实大家拢讲非常的清楚啦，就是个在咱研究着作环境内底咧，咱拢知影啦。着作明代书伊所说的法，咱拢家讲叫做是立志真心，讲不立分字，立志真心。所以咧，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包括着咱这个看内底所讲的这个经文内底，挖过啦吼，真讲，又讲着讲。心平好有期盼，平定好有修想啊。讲咱人的心啊，准平落，安尼才有个期待啊。爱平定，那安尼有个啥有个修想。所以咧，对这个问题内底，就互人所错觉，咱想讲，咱就做明来属于个讲，咱来讲做平心啦。啊，安尼咱需要去直接去甲伊开悟就好。所以咧，有时阵咱拢来讲，咱就做明来属于个法叫做啥？讲叫做文化，马上就会当互咱立志人生安建成熟的法律讲来讲叫做是文化啦。啊，若准备嘛，这个叫啥物啊？真实啦吼，只是伊有到来无建成的作为嘛，啊，所以咧，来讲伊的法律叫做啥物法？是啊，两法。啊，当然啦，分出。分法分出正法，迄是当时吼，咱着无做明代书，要互咱继续做伊个东西吼，啊，家考虑地方啊，咱着做明代书讲心，互个父母就理解未来，本来每一科学也未来嘛，啊，咱讲这个心是来讲，心是互个中心有理解来，时时去有心，啊有事业未来，所以咧，这个分析啊，甲伊。分析起来，按亲戚来讲叫做啥物？讲叫做是正法，啊，就是讲哦，咱来打发心，就是希望的啦。啊，咱就做明代书咧，来讲，我直接开悟的，咱就分析那个立志人心，啊，建成成分啦。这是个理解大家来了解这点啦。咱不管是正法也好，或者是文化也好啦，既然该叫做是法，既然该讲叫做是法啦。啊，那呢，咁来修，咱来了解一点啦。所谓的法就是讲这个叫感觉，咱身躯若是病，叫医生，医生也规定来讲，咱有啥物病，就针对咱的病人规定，啊，所以这个叫，伊就是咧伫咱人身规定。啊，咱今日心有病，当然该接受啥物，该接受法为主。这个法就是伫咱人的心病，所以既然该叫做是文法，该讲叫做是正法，其实拢总是法，啊，既然是法，共款拢总是爱修，所以就拢总唔免修的一个法门啊。世界上就你无这个代志，你无这个代志，所以吼，咱就做明来说，其实在这个做环境内底吼。这个经文内底讲到，迄个人要记西方，就甲咱学讲讲啊，爱记十五八项对无？爱记十五八项。这十五八项都无记掉，讲去西方，敢会教？无可能会教啊！而且又甲咱讲讲文化在世间，不离世间间，离世离菩提，啊，卡住咧破间，因为。咱在这个天地之间，咱人修的这个天地之间，这个天地之间就是有一个规律共款，讲一个定，然后天定地，这个是一个大规律，而且规律就是甲咱地的所在。啊，所以讲离开着这世间，离开着这世间咧，讲要成就是无可能的。嘛，一句来讲，就是叫咱爱修啦。本来就甲咱讲哦。
但是呢，甲咱讲，这神的意思是啥？乘嘛，后来是讲啊，乘坐马车，乘坐火车，乘坐马车，乘坐火车，开始要用啥？你要打到某一个所在，打出要达到，一定啊，无行到袂到，无行到袂到，所以这神的意思就是甲咱讲，行，所以呢，咱就做为就是在讲，不修积怨，一念修行，自心应本啊。咱无修，呢，咱就修。只要咱有倒仔修持，呢，当下咱就要修自心，是甲咱共款。所以呢，咱当时咱就做为大师伊个讲的句话，不是就这句话了啦。互咱一般大师讲咱若无倒仔去听互咱，另外咱我通要亲自真正本的所在啦，毋知讲咱到底是要对对答。讲啊来讲，自不苗栗归关文字，自不苗栗归关文字。但是咱今日情况，咱今日想到，咱从开始研究行的，咱有啥物时阵理解的？咱来到高中，听到你，第5班，呢开始就写，甚至讲叫咱开始经典。那我即摆有所谓的大段的会考，我叫咱来背经典，那咧是离开着自不苗栗已经离开去啊。其实咱就做明白，伊个本意是啥？伊个本意是啥物呢？咱讲，文字不等于自不苗栗，但是文字可以牵涉到自不苗栗上。咱应该有了解出来。我即句话讲就是讲文字就是啥物？它是一个工具，就是讲，咱今日咧修道，你定一个修道的目标嘛？是不是？就可比讲，咱今日出外口。你看月亮，你今日看月亮，有阵时咱头家甲月亮面对啊，但是咱的边仔，人甲咱讲，月亮就是伊个所在，伊个手甲咱比喻，讲月亮就是伊个所在。那么这时阵呢，咱目睭就会看到，研究着这个镜头所比的方向，看到啥？看到这个。但是咱也想看卖，这个镜头敢会咱代表月亮？这个镜头敢叫做月亮？唔是哦。但是，这个镜头会当比出着月亮的方向，对不对？对。所以咱就各位大师之所以讲，如果苗栗归关文字另外就是甲咱讲，今日咱想到文字只是一个工具，咱只是一个应用的物件尔，因为毕竟文字有伊个有限性。有它的有限性，为啥要讲有有限性？因为讲咱要形容一个物件，像形容分到有时咱形容分到讲，某某人你的眼睛很漂亮你目睭足水但是其实这个人要甲阿乐要甲保留，是要讲伊人是足水啦。但是有遐人呢，就是感觉伊本地讲我规身躯拢水了啦。咱听个人是讲，我加水嘛，对啦，就我的面也无水嘛，我头来无水嘛，所以就是讲，这句话讲起有它的有限性。我都将这本理解讲甲非常的清楚，但是最终因为意思讲，你现在做水啦，就是讲来讲白啦，这个白，
时阵咱讲地头包啊到底是地到啥物程度？是亲像影仔爬吗？还是亲像蛇仔爬？哦，这个就有争议了啦。凡是话讲的，就是讲咱要将着原底迄个本理来讲较非常的清楚，也是困难。所以呢，非常非其他来讲讲的工具。啊，所以文字事实上它能够代表诸佛庙。哦，像讲咱讲这进来，讲到有时阵咱就这代表对无？啊，这敢是道？这哦，这是形容迄个道啦，这个代表道。但是有这个医科来讲，这个是道。哦，啊有时阵当写道啊，这个是道，但是呢，随上咱即摆甲写是道来当，只是讲形容哦，道是安尼啦。啊无咧，咱来看，啊道理对不对？没有啊。啊，所以。